来关心一个医药新闻，台中有一位83岁生理的负责人，过年的时呢，喘气是愈喘愈急愈紧，严重到袂当困。本来亲人当作讲可能是治着虚久，因为用药了，镜头嘛是无改善。一日到病院检查发现讲，伊心脏有血管塌掉咧，而且钠离子伤悬，就赶紧开刀加洗药剂。经过手术后恢复了真好。 83岁生理阿嬷切隔2个庆祝重生，因为伫咧过年时啊，阿嬷雄雄大心气，喘甲困袂较多。该送去病院了后，医师发现有血塌水、心脏血管塌掉血。和处理的人讨论了后，嘛决定甲阿嬷先做洗药剂和心导管的手术。那这种年纪大，一插管下去，大概要拔掉机会就不大了啦。 心脏的血管塌掉血，初期大多数会出现胸坎痛、排喘气、头晕、目暗的症头。嘛考虑到阿嬷病甲真吃力，医疗团队嘛决定紧改转诊。那这个计划也是对我们的沿海地区的民众的健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看到阿嬷人好起来，处理的人拢真欢喜。病院嘛希望民众会当加利用分级照顾计划，互医疗的资源会当好好运用落去。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